望住維港兩岸嘅燈火，你會諗起乜嘢係永恆？呢片海見證過帆船同買賣，今日睇住萬噸巨輪來來往往，人生好似海面上嘅倒影，燈光璀璨，但轉瞬即逝。我哋總係想揸住啲乜嘢名譽、地位、財富，但係當你企喺獅子山頂望落嚟，先會明白，所有追逐都不過係浪花拍岸。個天每日都會黑，但係星星永遠喺度啊！人生嘅意義唔在於你攞到幾多，而在於你放低幾多。真正嘅智慧係學會同呢個世界保持適當嘅距離，好似月亮同潮水永遠相伴，卻從不糾纏。時間係最公平嘅雕刻家，喺每個人身上留下佢嘅作品。少年嘅時候，我哋以為可以改變世界，中年發現原來係世界改變緊我哋，到老年先悟透，改變與被改變都不過係同一枚硬幣嘅兩面。文明嘅興衰，朝代嘅更替，家族嘅喜樂，呢啲都係歷史長河裏面嘅漣漪。但係有一樣嘢永遠唔會變，人對生命意義嘅追問。就好似孔子企喺川上講，逝者如斯夫，2000幾年過去，河水依然向東流，我哋依然喺度思考同樣嘅問題。呢個就係人類最深刻嘅宿命同最美嘅傳承。